来关心国际上上新的消息，这是南韩电池制造商 Arisel 锂电池的工厂是日时时发生火灾，目前知影已经造成22个人死亡，那大部分拢是中国劳工。南韩的官员是表示讲，死者将有可能是伫短时间内去使着化学有毒气体，才会无命，毋是互烧死的。一句一句的遗体讲出来，已经受害去建筑伫华城市专门制造主要用地的感测器、甲无线通讯设备的锂电池工厂着火，烧差不多6点钟爆发。原因初判是放3粒5000粒电池的仓库零环保。 총알 막 날아오는 소리요. 火势传较真紧，消防员向受损的建筑喷水，建筑顶层部分已经崩塌，规栋楼看起来亲像一大地一大地被炸飞到街仔路。死者大部分是外国籍，中国人上济，因为拢是短期骗局，因可能对楼层路线不熟。做锂电池的原料含有极度化学物，而且真高度。官员初判罹难员工可能几秒钟只数一两喙气，都因为毒气死亡，不是烧死。 유해 화학 물질로 번지지 않도록 차단 조치를 확실히 해주시기 바랍니다. 경기도 화성시에서는 피해자별로 1:1 전담 공무원을 배치해서 지원에 최선을 다하고 부상자들이 치료를 받는데 불편함이 없도록 신속한 조치를 당부드립니다. 南韩近年来，因为发生真侪摆这种工业意外，造成大量死伤。首尔当局2年前立法，将对业者高层动发甚至ze假暗告，安尼代志有权发生。公司新闻，王文玲报道。